好来，继续要来看是台中市长罗秀燕过去做记者做主播的相片，互网友来抛出来。当时这个下头的头毛是吹甲悬，所穿的是大肩胛的这个西装外套，有人讲看起来真有北韩的感觉。想袂到调出着罗市长本人来回应，这罗市长搁伫家己的面册加码来放3张伊以前的相片，讲这个造型哦，伫当年是上拍上流行的。头毛短短小可 QQ， 穿一个外套，网友伫网络顶面抛出这张相片，大家又讲这个是虾米人？有人讲看起来有北韩的感觉，嘛有人讲看起来有像日本演员桥本环奈，有点像市长，是卢秀燕，有隐约看得出来。正是台中市长罗秀燕，伊捌做过记者甲主播。不过为了让消费者安心，也为了避免连累到其他的瓜农，所以还是毅然决然的把这批西瓜给销毁。民国76年，罗秀燕报新闻的外形清查，拢甲网友抛出来相片同款。罗秀燕本身嘛伫面册顶面抛出3张较早的相片。你回家看看你妈妈的照片就知道了哈。当时这样的打扮是最流行的。罗秀燕讲，当时这个打扮是上时行的，民众有提出伊的旧相片，伊讲伊感觉真趣味。一张相片30年前的流行装扮，嘛引起真个民众的回应。